高雄的莲池潭有一座70年的古池，这内面有上百只的龟。即摆有风声讲，这观光局上紧在咧今年底要甲古池吞起来，变做是环潭步道一部分。不过地方已经是无啥讲，那这龟要安怎处理呢？观光局表示讲，若准是本土种的龟会放入去莲池潭，外来种的龟会交予寿山动物园照顾。莲池潭这座古池已经70年历史，最近观光局考量宽潭自行车进行步道，因为古池这段转登去，无通接做一个圆，打算甲古池规个吞起来，互过路人骑脚踏车拢毋免搁再含莲潭路的车相争，较安全嘛方便观光。毋过在地经营15年的店家认为毁掉古池会破坏风水，并无妥当。因为伊这当落就是有地理问题，怎样一定无迄啦。叶公迄、龟山迄、米林迄拢无啊，像这个龟池外摆迄尔。古池是由左营启明堂来管理，总干事表示，早前的龟无遮济，这几年因为乌白放生的状况真严重，目前已经来到上百只，主要拢是台湾龟，有一寡部分是外来种的巴西龟。不过为何清理就爱抽地下水，水源甲人力的问题歹克服？启明堂嘛表示赞同观光局串联宽潭步道的计划。第一就是水源，因为阮即摆古池是用地下水。这水源用长久以来吼，这水愈来愈抽无。另外，这水质愈来愈歹。第二部分就是伊都无人清洗，迄阵是阮家己的义工咧洗。但是即摆义工逐个年纪都大。目前嘛决定要甲这本土的乌龟留伫莲池潭，另外阁要起2座的小岛，或者乌龟通好晒日头。那另外外来的品种的乌龟，阮嘛会刷去寿山动物园。观光局表示，宽潭清水步道上尾一里路按算今年年底之前会来动工，工期估计要半年。嘛强调龟后续要安怎处理，会搁再和启明堂甲生态专家斟酌讨论。记者民政区赵勇高雄报道。